繼續在地人在地情，昨早起，佇個雲林古溪、華山、桂林甲那內出現着大量的紙板碟過境，算咧1分鐘上濟有80隻。這嘛是20年來第一屆觀察到紙板碟佇7月份來過境。真濟紙板盒為天頂飛過，民眾頭一擺看到這個畫面，趕緊用手機記錄。天空都是，因為記得前2年好像都大概是4、5月會看到，就是大遷移的迄紙板碟在天空。今年就是特別的比往年還要多。台灣紙板盒生態保育協會講，因這幾工仔有發現尾盒往北邊飛狀況。理事長陳瑞祥昨透早來到那內德口，冇觀察到密實的紙板盒，初步判斷這批應該是第2代的尾盒，20年來頭一擺觀察到紙板盒是7月份過境。用路人有看到大量紙板碟飛躍的時候，也不用放慢速度，就以正常的速度經過就好。紙板盒佮叫稱作是清明盒，當年攏是清明節前後大量飛高雄無林飛北平遷徙，今年第一擺出現佇咧7月份過境，然後使佇咧各地民眾都可能會拄到。